草原人的一天从捡牛粪开始，也有好一阵子没清了。今天呀，得把这牛圈收拾干净了。捡牛粪这活说起来工作量是不大，但是真的费腰。牛粪冬天冻得嘎嘎硬，得用这镐头一块一块的往起撬。没多大一会儿呀，我这老腰就酸得直不起来了。刨起来的牛粪得用铲子把它堆成堆儿，等一会儿呀，用三轮把它拉出去。冬天烧炉子可全靠它了。咱就说这帮牛犊子，咱也不能少吃点，这一大清早给我累得吭哧瘪肚的。清完牛圈，顺道呀把羊圈里的草给它们添上。这帮羊吃喝要紧，你要是晚喂上它一会儿，跟你闹腾半天，哎呀妈呀，死沉，70斤。家里的生畜一多就这样，活呀是一件赶着一件的，永远都干不完。接着得把这水槽子里的冰渣子去掉，飘的全是草沫子，槽子里还爱上冻，咱每天都得换新的，不然呀这牛就没水喝。去年这个时候冻的呀，牛都不出棚。你看今年在这晒太阳了，一个个的，舒舒服服的给你们把圈清了。哎呀，草喂饱了，水印好了，待着吧。回家做饭喽，给牛吃完了，给人吃。外面的活干得差不多了，草也喂了，水也添了，咱这饲养员呀，该给自己弄点好吃的了。正好今天我老妈下牧区来看我。我可不能像平时自己在家那样糊弄着做饭了。这是我秋天种的大豆，我抓上2把，用大铁锅炒一下，给我们娘俩当小零嘴吃。自产的做法也简单，大铁锅烧热，直接下豆子，不用盐不用油，慢慢的炒香。就算炒的焦点也不怕，经火这么一烘，豆香反倒更浓了。又从库房里面拿出一块我前2天晾的风干肉，今天呀做个砂锅牛肉吃。砂锅给老妈吃，也不知道该吃点啥，天气死冷死冷。块牛肉炖着吃，昨天刚晾的。平时我一个人在牧区吃饭呀，净凑合了。这老妈一来，我起码得给她做点热乎的。其实这个牛肉你看着新鲜，我已经风干了好几天了，只不过呀，冬天是先冻，到了春天才开始干呢。这可是冻得嘎嘎硬。切成块放进砂锅里，放点葱段，放上点家常的调料，浇上开水，慢慢的炖着。平时我也爱吃我老妈烙的饼，今天呀就让我老妈给我烙2张黄油饼吃。咱牧民做面食呀有自己的一套，不看啥精致的食谱，就讲究的一个实在好吃。白面我们用开水和，没有那些花样的油，就用我手边的黄油，烙出来呀反而更香，带着一股奶香味儿。和好的面团分成剂子，用手压平了擀成饼，加上一小块黄油，把饼铺进去，慢慢的烙至2面金黄。这时候的砂锅牛肉也炖得差不多了，下点配菜一块煮，等到菜熟透了，饼也出锅了。家人们瞅瞅我这砂锅牛肉包，砂锅也好了，赶紧盛上1碗。再配上刚烙好的黄油饼，饼皮酥脆黄金，撕上一块泡进这热汤里。哎呦，这饼呀吸饱了鲜美的肉汁儿，一口下去，肉香、面香、黄油香全在嘴里融了。冬天就来上这么一锅，配上现烙的饼，真是又软和又暖和，香的实实在在。